嗱，都市人成日都要用電腦啦，相信好多都會有手腕啊、肩頸膊痛咁樣嘅問題，甚至可能因為年紀大咗，會有彈弓手、網球手、50肩、肩周炎好多呢啲普遍嘅都市病。無論因為不良姿勢引起，定係因為長期勞損，我哋日常都會有好多嘅痛症，甚至可能因為之前嘅舊患，即使好返都好，轉天氣都會隱隱作痛。就以我自己為例啦，平時成日做直播用電腦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嘅時候，我嘅肩頸啦、手腕都會好脹好緊，但係又未嚴重到需要去睇醫生或者做物理治療。咁加上我自己又好怕痛，同埋可能譬如做完直播已經好夜啦，即使有時可能想去按摩啊，或者做一啲舒緩痛症嘅治療咧，都冇時間啦。之前其實都有諗過做艾灸嘅，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燒完艾草咧，成個屋都會有一陣味咧，即使你開咗窗都好，做艾灸嘅時間都比較耐啦。我自己又冇咩耐性，直到馬來西亞中醫師美君介紹咗我用艾灸貼啦，佢係針灸艾灸2合1啦，無痛無味安全，幾時都可以做，啱晒我哋呢啲好繁忙嘅都市人。麥粒灸同一般市面上嘅艾灸有咩分別咧？因為一般上市面嘅艾灸可能愛好耐時間啦，而且冇可能個個人都可以喺自己嘅屋企自己進行到針灸治療。但係呢個麥粒灸嘅話，佢就可以達到針灸同艾灸係同時間兩者合一咯 ，2 in 1嘅功效咯。呢個其實佢使用方法係非常之簡單。一般上我哋建議啦，一次治療啦，你可能黐4至5粒左右，係幫助佢局部嘅嗰個血液循環咧。艾條啦係一長條咁樣隔住咁樣去艾噶嘛。但係呢個麥粒灸咧，佢最主要大家可以睇到，佢下邊有一個窿仔嘅話就可以將我哋所有嘅艾灸嘅嗰個功用滲透入嗰個穴位，而達到一個治療嘅效果啦。而且呢個麥粒艾灸咧，其實佢有分3款嘅，因為有分無煙款啦、油煙款。嚟緊啦，大家都知啦，轉秋冬啊嘛。如果你自己平時啦有做慣艾灸嘅人士啦，或者你想艾灸嘅地方啦，可能你講你長期時間係腰痛，或者係臀部痛啊，或者係大髀啊，或者膝頭哥嗰啲肌肉比較豐厚嘅地方痛嘅話，咁我就會建議你用41溫度嘅嗰個麥粒灸，佢嘅療效就佢嘅功效，佢就比較強啲啦。但係如果你話一般保健啊咁樣嘅話，咁我就會建議你用38度嘅嗰個艾灸粒就已經 OK 啦。如果你屋企咧有鼻敏感嘅人士啊，或者你有少嗰個咩寵物嘅話咧，咁我就建議你用無煙款，因為無煙款嘅話佢完全冇艾灸嘅艾草嘅味道，咁樣就對寵物對鼻敏感嘅嗰個朋友仔就比較適合啲啦。